剛才我說的這些呢，不禁聯想到我現在在工作生活當中遇到的各種压力，我也會經常地問我自己：楊大偉，你是如何在這個物欲橫流的城市當中保持着自己這種平和的心態的？我後來找到了答案，因为他，我的妻子宁可风，她傻，但是她傻的特別可愛。我一見到她，我就有一種去想照顧她、想關心她、想那些衝動。我們好像是在大學下学期成為同桌的啊，那比我晚。再後來，我們就成為了同床。珊珊，非常抱歉，没当面和你告別就離開了。與其說是離開，還不如說是逃開。這幾天我想了很久，最終我還是選擇回加拿大了。我沒有想到在國內生活壓力那麼大，我真的沒有勇氣去適應，更沒有勇氣從頭做起，白手起家，真的太艱難了。父親大人，為了您所謂的事業和這個家族，我再一次拋棄了我深愛的人。珊珊，對不起。看來這是要去鼓樓啊！誰說的？三里屯大包！哈耶！哇！珊珊，我們說好的，赢的請客。哎，这我忘了个坑把自己给埋了，真没劲，也就不说。好吧，今天晚上三里屯走起。但是什么呀？别但是了，咱能不能玩点新鲜的呀？今天晚